大家好，今次分享漫畫《五星物語》第3期。故事分3部分，第一部分係承接第2期內容，寇拉斯王朝保家衛國。第2部分輕輕講述寇拉斯六世。第3部分開始交通網故事。第3期封面好有心思。中間戴帽嘅骷髏頭係已故武帝寇拉斯3世，左邊係拉克西斯，右邊係可羅索。個人認為插畫寓意，即使寇拉斯3世死後，可羅索仍然保護寇拉斯家族，而拉克西斯係希望。可羅索見到提塔及伊斯特兩位法天瑪對話時，耳朵又聽到啲不安嘅預言。第一期幻象對黑騎士，可羅索就係預言呢件事。伊斯特係黑騎士副駕，而提塔係幻象副駕，所以五星物語有趣之處係劇情跳來跳去，不過追查到前因後果。另一方面，拉克西斯傻更更同啲白鴿打成一片時候，見到摩拉多法天瑪製造師時候，突然變成永恆形態同摩拉多對話。摩拉多聽完拉克西斯一番話後而嚇親。第二日早上，裘洛安身體發出鳴響，蘇普揾唔出問題所在。另一方面，可羅索同拉克西斯對話時候，拉克西斯又變咗永恆形態同可羅索對話。拉克西斯勸勉可羅索盡快到工場安慰裘洛安，並且坐上裘洛安與寇拉斯3世並肩作戰。永恆形態嘅拉克西斯知道裘洛安發出鳴響原因：一、烏麗可兒戰死；二、裘洛安受重傷；三、天照弟蘇普將新引擎放入裘洛安，裘洛安感覺不安。維修好裘洛安後，寇拉斯3世向軍人們宣告要出發。宣告後，寇拉斯3世見到永恆形態嘅拉克西斯。寇拉斯3世形容拉克西斯係藍色頭髮嘅少女。蘇普聽到覺得奇怪。明明拉克西斯係黃色頭髮，估計蘇普見唔到永恆形態嘅拉克西斯。戰鬥中突然駕駛賽連嘅拉爾哥喺寇拉斯3世面前出現，寇拉斯措手不及，係咁挨打。另一方面，得知寇拉斯3世有危險嘅蘇普都自身難保，需要迪帕幫手解圍，並請迪帕盡快用搜索器揾寇拉斯3世正確位置。蘇普到達寇拉斯3世所在位置後，見到裘洛安奄奄一息。拉爾哥想作最後一擊時，可羅索親自駕駛裘洛安，並且扯裂賽連嘅右手。與此同時，黃金騎士憑住自己意志將自己嘅武器掉俾裘洛安使用，裘洛安使用武器打敗賽連。雖然打敗拉爾哥，可惜寇拉斯3世陣亡，而可羅索因此冬眠。由於拉爾哥被打敗，哈洛達軍士氣低落，接二連三地打敗仗。哈洛達帝國女王阿爾美梅歐斯亦被人民推翻並遭到射殺。時間跳至4071年，寇拉斯6世同其他反叛軍密謀推翻天照帝。不過呢段小插曲冇頭冇尾，所以按下不表。布呂諾係布雷佣兵團中唯一生還嘅人。雷達皇帝暫時唔為拉爾哥等人報仇，並對寇拉斯3世作證。柯列特克瑞文正王叫阿帕外出修業，而正王女兒木
古尼卡柯列特請雅帕到卡斯提波，公主將預言告知雅帕，希望雅帕將五星故事其中一節話俾公主知。漫畫中最後一頁暗示下一期雅帕遇見劍聖海原，